所以咱捡蚵就是安尼，嘿啦，凊彩蚵就有无啊。啦，我介你凊彩，无我看无，那个不来咯。安尼拄啊。妈妈嘛阿嬷，哎呀，妈妈很厉害嘛。哎阿嬷嘛细丝哦，阿嬷细丝唔得过。恁平常是伫遮咧迄落泡蚵敢的，哪伴哪唱歌？无啊，就连迄白罗西用的。欢迎收看《修行的迄一天》，耶！